契弟呢個詞大家都好熟悉啦。據講呢個詞係出自廣州西關光雅里一帶。根據廣東文史記載，清代末年廣州西關光雅里一帶盛行一種專門為紅白喜喪主家服務嘅行業，叫做爺門堂館，簡稱堂館。堂館雖然分男堂同女堂，但實際上所謂嘅女堂全部都係由30歲左右嘅男人做嘅。呢班男扮女裝嘅女堂館核心工作就係侍候主家嘅女眷。為咗貼合身份，佢哋要搽脂粉，頭上戴上大髮夾，抬手就係蘭花指，講嘢又陰聲細氣，行為舉止同個女人一樣。呢班男性嘅女堂館互相之間以姊妹相稱，仲有唔少同啲有錢仔傳出醜聞。經過一啲小報嘅誇大渲染，光雅里就成為一個藏污納垢之地，仲產生咗一個歇後語：光雅里出世正契弟。咁光雅里呢個地方自此就聲名狼藉，好多人都搬走咗。而家契弟呢個詞喺廣州話裏面意思就好模糊噶啦，好多人講笑都會用嘅，鬧人嘅意思就冇當初咁嚴重啦。